種地啦。好未？3，敬請留意滑龍盤，耶！OK，今日係第9日，所以呢度係第2站，第9日嘅第2站。我哋響呢個清邁過去清萊嘅，所以呢度半路係140 km 左右，呢度8秒打卡。而家我哋就落去下一站係睇獅子，今日係第9站。OK，敬請留意下一集。OK，都今日係第9日，呢個南廟之後，我哋就去食飯咗，都係清邁同清萊嘅一半路中間食咗飯，跟住我哋就愛去長頸村。我哋呢啲鞋好艱難除啊，所以冇入去拜，喺出邊門口咁樣拜一拜啫。OK，翻去睇下咩歷史啊，咩故仔先。OK，敬請留意下一站。OK。睇到嘅你哋，我以為真嘅。我戴翻個黑眼鏡先。啊，戴黑眼鏡先。OK。水。今日係第9日，呢度我哋到咗清萊長頸村。呢個長頸村係一個景點嚟嘅，我係俾女入場嘅，一個人300匹，就入嚟呢度買佢哋嗰啲手工嘅嘢。Say hi。呢啲年輕嘅咧頸咧就比較短啲，其實生活係一樣嘅。你睇呢啲細佬哥就知道噶啦，唔需要整長個頸器嘅。Hi，say hi，hi，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喺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男仔唔使箍，唔使整長嘅，女仔愛啫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呢個就比較有歷史啲，呢個最長嘅呢個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有我哋兩個影相啊，同你係咪？係咪偷睇你個？我唔識同佢講泰文，我想問佢整咗幾多年嘅，我唔識講啊，唔知識聽英文。你問佢用咗整咗幾多年？你問依家幾多歲？因為呢度係緬甸係咪？我知佢嘅歷史咧，佢係細不過冇相干啦。嚟，蘇媽都係長頸村啊，呢度全部。OK， 我哋敬請留意下一站。OK， 拜拜。係最靚啊！係咪最靚？真係佢最靚。OK， 拜拜 ，See you。OK， 拜拜。敬請留意，烏石湯。